1月份是數21節，安樣講切家啲，呢個命令我接到嘅都係從上帝嘅來嘅，佢講切家堂係咪人寫上帝，佢一天愛寫嘅兄弟姊妹們，寫家相信人類愛寫，嗱，因為到但係呢？1月份是數20節樣講到，係咪人講佢寫上帝愛上帝，係講佢鬧家嘅兄弟姊妹，或者鬧人類，佢都騙人嘅人，因為到係咪人寫家兄弟姊妹看到嘅，佢冇寫，還講佢寫上帝，係咪啦？嗱，你兄弟姊妹看得到嘅，你還冇寫，係個人類看得到，你冇寫。hắn講你看上帝看唔到嘅，該用信心看嘅，係咪啦？嗱，因為到呢一個寫都未從切家嘅嚟嘅，1月份49節咁樣講到，切家係相信寫，因為到切家分明，切家啲，切家明他上帝先寫切家，切家接到嘅愛，切家又要發出呢個愛。本切家人類，所以切家需要謙卑嘅心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接上帝嘅恩典，接一個愛，一個愛切家接到，切家要發出一個愛，本切家人類，本切家兄弟姊妹，這樣人切家愛來到上帝嘅面前了，切家來到上帝嘅面前，切家要真真切心嘅愛對攏眾兄弟姊妹們，因為世間呢個愛，社會呢個愛要限制，而家用上帝嘅愛了，切家接了喺心中度咧，切家能夠發出真正嘅寫，真正嘅愛，本切家兄弟姊妹，呢個人類，嗱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